乡亲继续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在这个一早起，这天是安尼清，气温来到36度，但是打来转变了，因为这个锋面通过台湾，刷入来骨头真强的东北风，水气增加。明仔载开始，5一劳动节3天的连假，全台湾拢会变天。后日礼拜。 今年第一波梅雨的锋面就会到位，上低温会落降到20度以下。这个天气阁反凉了，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 劳动节的年假要到啊！今日全台湾依然是真热，中度高温有到30度，严阁唔通好日头偏气。尾暗啊有锋面的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会有雨，气温卖降低。在2号到4号，也就是周1到周3的这段期间，台湾附近呢主要是盛行东北风，受到南方雨系北移的影响，降雨几率是各地都会比较高一些。 今日尾暗啊过了后，北部甲东部感受比较较湿凉，气温会降到21到23度，中南部依然是较偏热。后礼拜开始，梅雨季就是黄霜雨，头一波的方面的瓦近全台湾拢落雨，气温嘛小可降低。雨会落到后礼拜是气象局估计，今年黄霜雨是正常偏少。梅雨锋面影响期间呢，还是容易产生短时强降雨的情况。 梅雨季的雨量的估计呢，我们估计是属于正常到偏少的情况。那气温呢是属于正常到偏暖。梅雨方面啊，通过一般拢会单雷公，所以讲提醒乡亲出门，除了爱炸雨满雨伞以外，嘛都要注意单雷公甲强阵风。气象局嘛讲，今年依然有反圣婴现象，有可能嘛出现极端气候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